好啦，咁好多謝大家嚟參加今日嘅希塔療癒1111嘅豐盛顯化活動啦。我係 Soko。咁當然其實我哋每日都可以做顯化嘅，只不過咧每一年嘅11月11日咧，嗰個顯化嘅能量係更加強嘅啫。因為1111即係4個一，就係一個好強嘅顯化數字啦。再加上我哋運用希塔療癒冥想嘅方式做集體顯化咧，嗰個能量更加大啦，效果當然亦都係更加好啦。咁當然顯化其實就唔係話咩魔法嚟嘅，而係我哋有意識咁去創造一啲嘅實相。當然你亦都要即係睇下你點樣發出你嘅頻率啦，咁宇宙亦都會根據你嘅頻率去回應翻你嘅。記住，顯化唔係你想要啲乜嘢，而係你已經擁有咗你想要嘅嘢，你已經擁有，而且你係成為咗嗰一個即係嗰個樣子啦吓。你唔係喺度等嗰件事發生，而係你已經係擁有咗嗰件事件或者嗰個物件啦。咁顯化有幾個原則咧，係要知道嘅。譬如話係你要知道你嘅意圖啦，有清晰嘅意圖係好重要嘅。如果你連自己想要啲乜嘢都唔知道嘅話咧，咁宇宙又點去幫你安排咧？係咪？咁好啦，當你有清晰嘅意圖，你知道你想要啲乜嘢啦，咁咧你就要具體咁樣列出你想要嘅嘢嘅實際嘅內容啦。譬如話你想要一架車啦，咁咧你要去即係寫你要咩牌子嘅車啦，你要咩型號噶啦，咩顏色噶啦，佢係要用電嘅，定係用汽油嘅，定係混能車咧？架車係有幾多座位嘅咧？嗰啲座位有咩顏色嘅咧？咁你要寫得好具體、好清楚嘅，咁樣咧，好似你喺度寫緊即係一個回憶緊你一樣已經擁有咗嘅嘢，你可以好容易而且好仔細咁樣去描述佢出嚟嘅。仲有就係顯化清單咧，一定要用現在肯定語吓，即係要講係我已經啦，或者我擁有啦，或者我已經即係我係一個點樣嘅人啦，而唔好寫咩我希望啊、我想啊，或者我將會呢啲咁嘅字眼。因為你用我希望啊、我想啊、即係我要點樣點樣嘅呢啲字眼咧，即係話你又向宇宙即係發出一個信息，你係未有啦，係咪？係啦。第二咧就係你嘅情緒啦，情緒咧就係顯化嘅一個動力嚟嘅。我哋做顯化冥想嘅時候，我哋感覺越真實，我哋顯化嘅速度亦都係越快嘅。我哋去顯化嘅時候，要感受嗰個願望係已經實現嘅喜悅同埋興奮嘅情緒啦。如果你冇表現出喜悅，其實你係幾想得到嗰樣嘢咧？係咪？假設你係宇宙啦，你送禮物俾兩個人，咁咧，阿 A 咧，佢就即係好期待收到你禮物，佢變得好興奮啊，好雀躍咁樣啦。而阿 B 咧，佢就覺得，你俾我咪要咯，即係好平淡啊咁樣嘅感覺。咁如果你係宇宙，你會將禮物送俾邊一個？咁當然係即係好想得到啊，好興奮、好喜悅嘅嗰個人啦，係咪？係啦，另外就係要行動啦，即係我哋行動就等於你向呢個宇宙發出一個信號，你已經準備好迎接呢個禮物，而唔係只係等待事情發生啦。你可以做一啲嘅小嘅行為，去顯示你已經準備好接收啦。譬如話你想要健康嘅身體啦，咁你可以開始飲多啲水啊，食健康嘅食物啊，早睡早起啊，做下運動咁樣啦。又或者你好想即係一份理想嘅工作，咁你當然係要去準備你嘅履歷表啦，或者去做讀一啲嘅課程去增值你自己啦，係咪？咁呢啲都係一啲行為向宇宙宣告你已經準備好，係啦。另外就係要唔好執着啦，顯化嘅最高境界咧就係忘記你顯化咗啲乜嘢，係啦。因為你已經擁有啊嘛，你唔會成日記住嗰樣嘢幾時嚟幾時嚟啊嘛。如果你成日都記住嗰樣嘢幾時會嚟咧，幾時會擁有咧，咁即係話你又向宇宙發出咗一個信息，係一個好匱乏嘅信息，你仲未擁有你想要嘅嘢啦。但係你唔會即係成日記住你已經擁有咗嘅嘢噶嘛，係咪？所以我哋做完顯化嘅冥想之後，最重要嘅就係唔好去成日掛住嗰樣嘢幾時出現，而係忘記佢，
係啦，即係我哋只係去專心嘅去行動，係啦，就好似我哋已經擁有咗嗰樣嘢咁樣。嗱，我哋都可以做啲嘢嚟幫助自己去，即係提高我哋嘅頻率啦。吓，首先我哋可以改變一啲嘅講說話嘅模式啦，譬如話每日同自己講啊，我自己係值得擁有豐盛嘅，我可以即係我係得到更加好嘅機會啦。咁你當你改變你嘅講說話嘅模式，你嘅思想啦，亦都改變，咁你嘅現實亦都會改變嘅。另外咧就係你嘅空間啊，就要去整理下你嘅居住環境啦，將嗰啲唔再需要嘅物品掉咗去啦，或者係送俾人啦，去即係讓你即係改變你個環境嘅能量啦，而且有更多嘅空間去迎接新嘅好嘅能量。然之後就係改變你嘅習慣啦。譬如話你想即係有更加多嘅創意嘅，你可以多啲去即係每日可以揾一啲時間啦，你去寫一啲日記啊，或者去畫下畫啊咁樣啦。咁你就可以更加快嘅讓你進入去你想成為嗰個頻率嗰度啦。記住顯化唔係一個等待嘅過程，而係要成為嗰個生活，你嘅生活嘅模式。當然仲有就係你可以去感恩，係啦，感恩你得到嘅每一筆金錢啦，感恩每一個幫助過你嘅人啦。當你越多去感恩嘅話咧，你漸漸會發覺越嚟越多嘢係值得你感恩，你嘅人生亦都係越嚟越豐盛，越嚟越順利噶啦。好多時我哋受到社會上嘅一啲現象影響啦，個同埋加上自己可能都缺乏自信，擔心經濟差會影響收入啊，係咪？咁其實我哋都知道咧，我哋嘅信念係可以創造實相嘅。當我哋成日都諗住一啲嘅恐懼嘅嘢或者焦慮嘅嘢咧，我哋亦都會創造我哋所恐懼、我哋所焦慮嘅嘢嘅。所以咧，我哋最重要嘅就係要保持喺正面嘅思想嗰度，因為我哋每一個人都有好強嘅創造力。當我哋嘅思想保持喺正面，我哋就會創造正面嘅效果、正面嘅嘢啦。記住，即係呢個宇宙咧係好慷慨嘅，無論你要啲乜嘢咧，其實佢都可以提供俾你嘅，只要你唔係傷害到其他人，宇宙都會提供俾你。無論你想要100蚊定係1萬蚊啦，對於即係宇宙嚟講係冇分別嘅。唯有係我哋嘅意識會有一啲嘅限制性信念去阻礙自己啫。我哋可能會認為，哦，我哋咧只係可以賺到某一個金額嘅金錢啦，又或者咧有啲人會擔心，如果有錢咧就會有危險嘅。其實呢啲嘅限制性信念係會阻礙我哋嘅人生獲得豐盛嘅。呢啲限制性信念係點樣嚟嘅咧？都係當然係嚟自我哋嘅一啲嘅經驗啦，包括係今世啦、前世啦，或者祖先啦，同埋我哋靈魂嘅經驗，係啦。咁所以一陣間咧，我哋做顯化冥想之前咧，我會透過希塔療癒方式帶大家去移除你人生中一啲阻礙你豐盛、阻礙你成功嘅限制性信念，然之後咧，再會為大家下載一啲好嘅信念，去幫助大家提高你嘅頻率。然之後咧，我哋先去做呢個顯化嘅冥想嘅。咁當然每個人都有你嘅自由意志啦。你唔同意嘅話，冇人可以即係影響到你嘅。所以咧，呢個我幫大家做下載又好啦，或者幫你做移除信念都好啦，你都係即係同意先至幫助到你嘅。所以我想陣間如果係無論係移除或者下載信念，都需要你喺每一句後邊答 yes 嘅，係啦。好，咁我而家就先帶大家去連結一切萬有嘅源頭先。好，請大家調節自己係一個舒適嘅姿勢，合埋雙眼，放鬆，做幾個深呼吸，讓自己平靜落嚟。好，請將你嘅注意力集中喺心輪嘅位置，並且感覺心輪充滿咗愛嘅能量。然之後將你意識從心輪往下帶到去腳底，再往下帶到去地球中央同大地之母連結。
喺地球中央，大地之母發出強烈白光，連結住你腳底。白光繼續向上，通過你全身，打通所有嘅脈輪，一直去到你嘅頭頂。喺頭頂形成一個好靚嘅光球，觀想住喺光球入邊，被光球包圍住你，你係非常安全。光球帶住你向上飄，離開你嘅空間，再向上飄，經過天空一層一層嘅白雲，再向上飄，離開地球，去到宇宙，再繼續向上飄，經過一層一層白色光嘅地方，呢個係第四界。再繼續向上飄，去到一個充滿住金色光嘅地方，呢個係第五界。再繼續向上飄，去到一個七彩繽紛、充滿住啫喱物質嘅地方，呢個係第六界，宇宙法則嘅地方。再繼續向上飄，去到一個充滿住粉紅色光嘅地方，呢個係第六界嘅慈悲法則嘅地方。再繼續向上飄，抬頭望下上面一個打開咗出口，好似一個通向天堂嘅出口咁樣。繼續向上飄，通過呢個打開咗嘅出口，再繼續向上飄，去到最高最高嘅地方，一個充滿住珍珠燦爛白光嘅地方，個無人嘅空間。呢個就係源頭嘅第七界。大家請一切萬有源頭為大家將以下嘅負面記憶、情緒同埋信念釋放，同你嘅歷史層拔除化解，並且喺你嘅核心層、遺傳層同埋靈魂層拔除取消，送到源頭光中。如果同意嘅話，請喺一陣間每一句後邊答 yes。我聽頭幫你拔除，我不值得擁有財富，金錢是邪惡的，金錢會讓人變壞，我必須辛苦才能賺錢。金錢會讓人失去靈性，我害怕擁有太多金錢。金錢會讓人孤單，我不值得擁有豐盛嘅生活。我花嘅錢比賺嘅多，金錢會帶來麻煩。我嘅健康受到懲罰，健康是由遺傳決定的，我無法控制自己嘅健康，健康是奢侈的，我總是忽略身體嘅需要，我不夠好，所以無法成功。成功會令人孤單，我總是被忽略，我的努力無法得到回報，我受到他人批評，我的夢想不切實際，我不可能成功。愛會令人受傷，愛情會限制自由，我無法相信伴侶，我總是吸引錯的人，愛情會令我失去自己，我總是重複同樣的感情傷害，我的家人是我痛苦的根源，我必須忠於家人而犧牲自己，
我不可能超越父母，我的家人不理解我，我必須承擔家族的業力，我無法釋放童年創傷，我總是被家人控制，我無法表達自己，我的家人不支持我，我不被尊重，我被拒絕，我無法表達真實的自我，我總是被利用，我不懂得設立界線，我是孤單的，我無法信任他人，我總是被排斥，我害怕被看見。我請一切萬有源頭將以上所有嘅負面記憶、負面情緒同埋負面信息釋放，從你歷史層拔除化解，並且喺你嘅核心層、遺傳層同埋靈魂層拔除取消，送到源頭光中。以上嘅課題已經學習完畢，唔需要再學習。多謝，完成了，完成了，完成了。幫大家去見證，並且你可以感受一下呢啲嘅限制性信念以能量形式，從你嘅身體釋放，送到源頭光中。好，而家我為大家做一啲下載，所有下載都會下載到大家身上每一個細胞、所有信念層面、所有語言、所有時空。如果同意嘅，請喺陣間每一句後邊好肯定咁樣去答 yes。我值得擁有豐盛同埋財富，我可以輕鬆吸引金錢，我與金錢有健康平衡嘅關係，我擁有管理金錢嘅智慧，我能夠為自己創造穩定嘅收入，我可以財務自由。我感謝金錢為我帶來選擇與自由。我是金錢的好朋友。我擁有豐盛嘅生活。我懂得欣賞並善用金錢。我對金錢感到自在。我與金錢，我與金錢之間充滿愛與流動。我的身體有自我療癒嘅能力。我值得擁有健康與活力。健康是我自然的狀態。我與我嘅身體連結。我尊重並照顧我嘅身體。我每天都變得更健康。我信任身體嘅信號與節奏。我擁有支持健康嘅生活習慣。我感謝身體嘅每一個功能。我有能力創造理想嘅事業。我值得被看見及欣賞。我嘅才能為世界帶來貢獻。我可以輕鬆吸引理想嘅機會。我嘅事業與我嘅靈魂使命係一致嘅。我在工作中感到滿足同埋成長。我嘅努力係會被看見同埋得到回報嘅。我支持，我吸引支持我成長嘅合作夥伴。我值得深深嘅被愛住。我吸引我契合嘅靈魂伴侶。我在愛中感到自由與安全。我懂得給予以及接收。愛在我嘅生命中自然嘅流動。我同伴侶充滿理解與支持。我與伴侶之間有健康嘅界線。我與我嘅伴侶互相尊重同埋珍惜。我可以釋放過去嘅傷痛，迎接新嘅愛情。
我可以愛我嘅家人，同時活出自我。我釋放家族嘅限制性信念。我與家人之間建立健康嘅界線。我被家人支持。我原諒並釋放過去嘅傷痛。我與家人之間充滿愛同埋理解。我無需承擔不屬於我嘅責任。我允許自己同家人有不同嘅選擇。我值得被家人尊重同埋接納。我釋放代代相傳嘅匱乏同埋恐懼。我值得被尊重同埋理解。我吸引真誠對待我嘅朋友。我在人際關係中感到自由以及安全。我懂得設立健康嘅界線。我釋放對人際關係嘅恐懼同埋防備。我吸引與我頻率一致嘅人。我懂得表達並且被聆聽。我釋放孤單與被排斥嘅感覺。我與他人之間建立互相尊重嘅關係。我值得被支持、被愛同埋被陪伴。所以以上嘅下載都已經下載到大家身上每一個細胞，所有信念層面、所有語言、所有時空。多謝，完成了，完成了，完成了。我為大家去見證，並且你可以感受下呢啲嘅信念以能量嘅形式，在你身體每一個細胞充滿住你整個全身。而家大家嘅頻率已經係提升咗啦，我哋去做冥想，顯化嘅冥想。大家請下指令，一切萬有嘅源頭。我請求現在在我生命之中就有顯化清單裏面嘅內容。而家請你讀出你顯化清單裏面嘅內容。係啦，我俾幾分鐘時間大家。
然之後講多謝，完成了，完成了，完成了。而家請你觀想自己喺一個金碧輝煌嘅金字塔入邊，你坐喺大殿嘅寶座上面，就好似皇后或者皇上咁樣坐喺寶座上面。喺呢個時候，金字塔嘅頂部打開咗，你嘅顯化清單通過金字塔嘅頂部發送到宇宙，佢就發出信號，而宇宙就以對你最高、最好、最理想、最安全嘅方式為你安排。然後有一股能量從金字塔嘅頂部流去大殿當中，就好似投影機咁樣，將你顯化清單裏面嘅內容一一嘅呈現喺你面前。可能係你想要嘅一部車、一間屋、一個伴侶、成功嘅事業，或者係健康嘅身體，帶住興奮、喜悅嘅情緒，觀想自己同家人開心咁樣去旅行啦，又或者係同家人喺自己嘅 dream house 嗰度食飯傾偈啦，或者見到自己揸住自己好心愛嘅車周圍去，見到你工作上好成功嘅樣，呢啲嘅情景一幕一幕嘅出現，你就係好似身歷其境咁樣，充滿住喜悅、興奮嘅情緒。我哋再次嘅感謝源頭，你可以喺心入面講，以上顯化清單嘅內容已經以對我最高、最好、最理想、最安全嘅方式顯化，已經實現了，我已經擁有了，多謝源頭。然之後觀想你第七屆，俾源頭無條件嘅光同埋愛嘅能量，好似瀑布咁樣沖洗你嘅全身。深深嘅吸一口氣，當你準備好就可以張開雙眼。記住我哋係要允許自己去接收啦，允許自己成為你想要成為嘅樣子啦。顯化係要回到你真實嘅自我。呢啲嘅清理同埋下載咧，係幫你打開一道門，係幫你通向更豐盛、更加自由嘅生活。但係記住，如果喺即係可能一段時間你都發覺，咦，好似都顯化唔到咧，咁即係話好可能咧，有啲嘅信念咧，你係需要清理噶啦。因為頭先你已經清理咗好大部分嘅信念，就幫助大家做咗好好嘅下載啦。但係每個人都係獨特噶嘛，吓，咁可能你有某啲嘢你係需要清理，而未清理嘅話咧，可能就會阻礙到你，未顯化到啦。但係都唔緊要嘅，你知道係乜嘢，你就去清理佢咯。